下。要是为了救我命没了，我后悔一辈子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板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我送你去医院好不好？对不起，老板。江小玲，你的话太多了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对不起。石头，石头！老板，发生什么了？怎么弄的？是和尚他喝多了，遇到我想要报复。这个垃圾居然干这种事儿！不过还好，老板来得及时。川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和小宁先去医院包扎一下，和珅就交给你处理了。老板，你去哪儿了？伤口处理好了吗？我的已经处理完了。那好，医生开了药，我去拿药，你坐着休息会儿。好。